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人在做，天在睇。呢句說話係林夏薇喺社交平台 post 咗一段好有心意嘅文字，冇指名道姓，冇喊冤訴苦，但字裏行間，你感受到一個曾經風光無限嘅 TVB 時候，正正企喺人生嘅懸崖邊，咬住牙往下望。據港媒最新爆料， TVB 時候林夏薇被人入稟法院申請破產，消息一出，成個香港娛樂圈都炸晒鍋。嗰個住喺山頂15億豪宅、手戴1000萬鑽戒、出門豪車接送嘅20億闊太，居然被人告到法院要破產。對此，林夏薇喺尋日下晝終於正面回應咗，佢話老公莫贊生租住房屋嘅公司有官非，正在上訴中，自己覺得莫名其妙。而家件案已經交俾律師處理，佢本人冇收到任何正式通知。但嘢講得再靚，都掩蓋唔到一個事實，佢嗰個被港媒吹捧咗10年嘅金融才俊老公，確實欠咗1.35億港紙，而且已經被法院判咗破產。呢場豪門童話徹底碎到滿地都係。由廈門女仔到 TVB 時候，佢本可以唔靠任何人。要講林夏薇嘅故事，要先由佢嘅出身講起。1987年6月30號，林夏薇喺福建廈門一個相當優渥嘅家庭出世。佢老豆林花星原本係舞台劇演員，後嚟轉行幫阿哥打理公司。而佢伯父林花國就係嗰個喺廈門被叫做廈門李嘉誠嘅超級富豪。冇錯，林夏薇就係林峰嘅親堂妹，兩家係實打實嘅一家人。4歲嗰年，小林夏薇跟住阿爸阿媽去咗香港生活，但佢骨子裏係個閩南女仔，9歲就返咗內地讀書。16歲嘅時候，呢個倔強嘅小姑娘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震驚嘅決定，佢要考中央戲劇學院。要知道，佢阿爸阿媽安排嘅人生路線係乖乖讀書，搵份體面工作。但16歲嘅林夏薇偏偏唔服。甚至不惜同阿爸阿媽斷絕關係，一個人跑去北京，開始咗打工半讀嘅地下室生活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嗰段日子苦到不行。林夏薇白天喺餐館端碟，喺劇組跑龍套，夜晚就縮喺地下室練台詞，磨基本功。冇人脈，冇背景，連粵語都講唔流利，就咁硬剛咗2年半。2005年，佢如願考入中科表演系本科班，同鄭曉、張佳寧、毛曉彤呢啲後嚟嘅大明星做咗同班同學。畢業之後，佢冇揀留喺內地，而係一個人跑去咗香港，簽約 TVB， 由最底層嘅路人甲開始演起。冇靠林峰，冇靠屋企嘅錢，佢係真係由零開始，一步一步爬上嚟嘅。2011年正式簽約 TVB。由小配角開始，慢慢令觀眾記住咗呢個愛笑嘅姑娘。2021年，佢終於迎嚟咗屬於自己嘅高光時刻，憑《七公主》入面痛失愛人嘅顧雨嫣一角，攞咗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主角，正式封后。嗰一刻，佢企喺領獎台上面，冇訴苦，冇賣慘，只係安安靜靜咁多謝所有幫過佢嘅人，所有質疑佢係關係戶嘅聲音，喺嗰一刻全部收聲。佢用實力證明咗林夏薇嘅時候係自己一場夫拼翻嚟嘅。2015年嗰場婚禮，所有人都話佢嫁入咗豪門。就喺事業蒸蒸日上嘅時候，2015年28歲嘅林夏薇突然掉咗一個重磅炸彈，佢結婚啦。對象係一個叫莫贊生嘅男人，大佢成16年，當時44歲。呢個男人咩來頭？港媒當時係咁吹嘅，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，被譽為公立常春藤，持有土木工程理學士學位，喺在線教育及支付解決方案領域有超過15年經驗，曾擔任科力企業有限公司、華人飲食集團、衍生集團、亨泰公司、信能低碳等多間上市公司嘅董事或執行董事。係5間上市公司及10間私人公司嘅股東，身家至少20億港紙，人稱金融才俊。消息一出，全港譁然。一個正值事業上升期嘅 TVB 當紅花旦，
突然嫁咗個比自己大16歲嘅隱形富豪？所有人都喺度問佢圖啲咩？婚禮喺山頂豪宅以私人形式舉辦，低調到冇對外公開。但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婚禮上面林夏薇攞到咗一隻價值超過300萬嘅鑽戒，一套價值3000萬嘅海邊別墅，一部250萬嘅保時捷跑車，仲有一個生一個 BB 送1個億嘅承諾。前半生有富爸爸，後半生有富老公，林夏薇簡直就係天之驕女，令所有人都羨慕。結婚之後，林夏薇一度減少咗工作量，過上咗錦衣玉食嘅闊太生活。山頂嗰棟市值5億，後嚟傳媒話15億嘅獨立屋豪宅，成咗佢成日晒恩愛嘅地方。佢仲成日喺屋企宴請一班港星好友，排場大到不得了。2024年12月，佢更加豪擲千萬，喺香港尖沙咀開咗一間專飾店。開業當日，半個香港娛樂圈嘅明星都嚟撐場。佢自己笑住話：鑽石係我嘅新 BB。嗰幾年嘅林夏薇活得好似所有女人夢想中嘅樣，有錢、有愛、有事業、有面子。3. 裂痕初現，2018年嘅大字報同2025年嘅破產令。但好景不長，早喺2019年就有人喺 TVB 電視台入面到處貼大字報，上面寫住林夏薇老公係股壇老千，係空心老官。消息一出，輿論譁然。林夏薇第一時間發律師函否認，指報道失實，但種子已經種落咗。據知情人透露，莫贊生其實並唔係外界想象中咁風光，佢嘅20億身家更加多係紙面財富，實際現金流一直唔太健康。佢曾經為2間公司擔保咗1億幾嘅貸款，用嚟買山頂綜合道28號嘅物業，結果借款人還唔到錢，作為擔保人嘅莫贊生被連帶追債，連本帶利一共1.35億港紙。2025年4月15號，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向莫贊生發出咗破產令，但更戲劇性嘅係呢個破產令到而家都未真正執行。點解？因為莫贊生根本唔配合，佢冇出庭應訊，冇律師代表到場，最關鍵嘅係佢冇提交個人財產資料。根據香港破產條例，債務人必須提交資產負債表等關鍵文件，否則破產程序無法啟動。莫贊生就係捉住咗呢個漏洞，死都唔交材料。於是債權人委託破產受託人向高院申請咗破產不開始令。2025年12月1號，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林展晴正式頒布咗呢份破產不開始令。呢個即係咩意思？即係莫贊生嘅4年破產期被無限期延長，佢會一直處於即將破產但尚未破產嘅懸空狀態，直到佢乖乖交晒所有財產資料為止。講白啲，佢就係喺度擺爛。據知情人士分析，莫贊生之所以咁消極，大概係覺得自己冤枉，佢只係擔保人，唔係實際借款人，憑咩要佢背呢個鑊？但佢又拿唔出合理嘅證據嚟申訴，所以就用唔配合嘅方式硬剛。而最尷尬嘅係，只要佢唔正式破產，佢同林夏薇作為夫妻，依然可以住豪宅、坐豪車、食大餐。因為法律規定，呢啲限制只針對破產人本人，唔針對其配偶。換句話講，莫贊生只要仲係林夏薇嘅老公，佢就能繼續過闊太生活，只不過買單嘅人變咗林夏薇。4. 林夏薇嘅選擇代價沉重。面對呢一切，林夏薇做咗啲咩？林夏薇喺社交平台 post 咗一段說話，話自己同老公亦師亦友，喺思想同心靈上互相溝通，互相扶持包容，所以呢多年先至可以保持新鮮感。但知情人透露，現實遠冇咁浪漫。首先，林夏薇自己都差啲被牽連破產。莫贊生出事之後，債權人曾經申請將林夏薇都列為破產人，但最後佢自行同申請方達成咗和解，先至免於破產。其次，為咗幫老公分擔壓力，林夏薇呢2年幾乎係瘋狂接夫。據業內人士透露，佢唔揀劇本啊，咩夫都接，只要俾錢就拍。
由2024年嘅《逆天奇案2：黑色月光》尋夢琴澳，到2025年嘅大生意人玫瑰戰爭，再到2026年即將播出嘅多部新劇，佢嘅工作量大到驚人。有人話佢喺度狂接爛夫，但換個角度諗，如果唔係為咗還債，一個 TVB 視后何至於此？更令人心酸嘅係，據知情人士透露，林夏薇為咗緩解家庭經濟壓力，甚至考慮過抵押嗰套山頂豪宅。雖然最終冇去到呢一步，但呢個念頭本身就說明咗一切。林夏薇嘅故事比任何電視劇都精彩。回頭睇林夏薇呢38年嘅人生，簡直比佢演過嘅任何一部劇都要跌宕起伏。16歲同阿爸阿媽決裂，一個人北上追夢。22歲獨自闖蕩香港，由路人甲拼到 TVB 視后。28歲嫁俾20億富豪，過咗幾年人人羨慕嘅闊太生活。38歲老公破產，官非纏身，佢冇走，而係選擇江晒所有。有人話佢嫁咗個偽富豪，有人話佢後悔莫及，有人話佢為還債抵押豪宅，狂接爛夫。但我覺得呢啲講法都太淺薄啦。佢嘅豪門夢確實碎咗，但碎嘅係人哋貼俾佢嘅標籤，唔係佢自己。